空军第5联队飞官新匹的赛 F-16V 战机伫1月初6暗10点花莲外海失联，国军甲海巡继续搜救。国防部长郭立雄证实，即马是有发现一寡机上乌鸦仔的信号，但海上较稳定淡薄啊，船只就会出港进一步来测量甲定位。另外 F-16战机因为事故来停飞，经过检查，今日由空军第5联队联队长吴中华带头恢复训练。 海鹰一直拍伫海巡舰艇玻璃顶边，因看说东部外海风影依然真大。不过海巡甲国军继续搜查，就是无放弃任何会使找到初6暗时在 F-16V 战机伫花莲外海对机失去联络的空军第5联队飞官辛匹基。 海巡出动无人机协助，也派人伫海边搜查。空军军机加上海军的舰艇斗阵实施海陆空的搜救。国防部长郭立雄在日证实，即阵有是无，有是有，发现一寡机顶乌鸦仔信号。那个黑盒子的定位，那现在是有一些断断续续的一个信号出来。这个海象这个好的时候出港，然后再做一个确定的这个黑盒子的定位。 郭立雄强调，因为海上问题负责定位的专业船只无法出港，有任何进展会再说明。因若战机失事原因，相关受到各界关心甲注意。空军证实，失联战机伫失事前2天爆发性勘到小全球定位甲惯性导航系统，EGI 故障，并且派工报修。调查的方向，针对它的故障情况，会影响到导航的部分，我们都是我们侦查的一个重点。好，谢谢你。调查的一个重点。 空军讲，虽然这战机对出厂以来无无数化任务电脑 AMC 故障记录，不过 EGI 无正常，恐惊影响飞行导航甲判图，已经列做后续事故调查重要方向。因为原先 F-16停飞等待检查，经过将近1礼拜检查，昨日由空军第5联队联队长吴中华载 F-16V 相似战机带头复飞 ，F-16全面恢复战备甲训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